为了让癌症病人会当安心接受治疗，奇美病院伫109年8月率先全台推出饭店式化疗专程预约服务。透过服务，不但会当掌握入院的时间，疗程也袂耽误到，嘛缩短了入院后治疗时间。饭店这种预约的方式呢，提早预定，把你的房型时间都把它定下来。那透过这样一个预约的方式呢，我们可以很准确的让每一个患者呢，可以明确知道他哪天可以住院，哪一天可以出院。那在时间安排上、工作安排上也比较方便。那对整个疗程也不会因此而耽误。所以从160人到现在，我们这个已经适应一段时间。透过这样一个计划性的出入院，那的确带来很多的好处。包括第一个时间可以掌握，那治疗疗程不会被耽搁。那另外也因为这个疗程的住院是确定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预开一些检查跟一些处方，所以我们可以缩短入院后呢，这个开始启动治疗的时间。奇美病院打造全方位癌症支援系统，甲患者共同面对治疗挑战。除了提供医疗整体照护以外，会当透过癌症资源中心进行单应窗口的服务甲转介，包含参照心理情绪、应用指导、药物咨询等多项的服务。在治疗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我们在心理上不了解的地方。那事实上在这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咨询，包括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化学药物的咨询，有我们的所谓的癌症病友的一个所谓的服务，包含药物的副作用，然后社会经济上的需求，精神上的压力怎么样去改善。那特别是针对这些副作用的话，我们还推出了使用网络方法的方式，来把我们的副作用能够更具体的评估，就是副作用可以自我评估。那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在推出，让我们的一些病人的治疗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更平顺，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。冯主任表示，癌症资源中心有研究志工会当甲病人互相分享甲心理支持，更有心理师看情形介入咨商，协助病人应对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情绪波动，让病人感受到更侪关怀甲温暖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